好，前奏的部分我们用最慢的动作 ，OK。好，歌唱的部分。今天晚上的星星和好，大概是这些。好，再过来就是那个，就是无处可逃的地方。好，五个和弦都一起拨哈。嗯，再次，食指上来，食指再回去，无名指上来。OK。